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年是马偕来台宣教150周年重要的日子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，我们一方面要感念马偕过去在台湾宣教所做的贡献，一方面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日子，再次唤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宣教上的热忱与使命。邀请您一同来参与3月5号礼拜六下午6点半，在台北和平篮球场有一场青年的特会，期盼透过这个特会唤起更多年轻人在宣教上的使命与负担。3月6号早上10点以及下午2点，我们有2场马偕来台宣教150周年的感恩礼拜。透过这个礼拜，也再次唤醒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的精兵、福音的勇士，这样子一个感动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这150周年的历史当中，我们能够参与其中，因为150周年就这么一次，下一次就跟你我无关。愿上帝的名被高举，愿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参与这个历史的盛会。马偕150。